一间书店的经营有很多的秘诀和功夫。台南市立图书馆招募20位年龄16至25岁的青少年来做一日书店店长，从支援行政事务、创意行销、解决突发任务等挑战，探索书店的幕后世界。青少年朋友他们有比较长的一个时间，其实他可以待在这个书店里面，甚至是去听店长跟他们分享说，他为什么经营这个，那他平常都阅读哪些书，那他们办读书会的时候可能在阅读哪些书。其实基本上会来报名参加一日书店店长的青少年朋友们、同学们呢，其实本身应该对阅读都有一定的兴趣。数位时代发展，连带让实体书店市场逐渐萎缩。正大书城就是其中一例，期望透过活动分享书店经营心得，让青少年获得第一手的实务经验，同时鼓励持续培养阅读习惯。我不期待他们今天因为这样的体验，他们以后就是书店的店员或店长，但是我期待的是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跟体验，他们能了解到这个产业它需要继续的支持，持续的支持出版事业。在打卡智慧门前合影留念，象征踏上崭新人生阶段。今年特别规划每位青少年到3间风格迥异的主题书店，透过沉浸式体验，来一场充满书香的成年礼。记者收海豚的报道。